這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齊春英等人因為違反反滲透法等罪嫌被起訴，在今仔日頭一屆開準備庭，法官在法庭的時陣提出到齊春英和民革上海市委組通會前副主任孫乾的微信對話記錄，兩個人攏有講到這京華城案的進度、李正秀要接班立委等等的言論。不過齊春英說辯解講，因只是在咧開講爾，無承認違反反滲透法。只不過呢，又來承認講呢，這貸款詐欺還有私底下的貨幣換錢。對問題無加講，趕緊離開。伊是張金明，涉嫌甲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齊春英聯合聽中國統戰官員的指示，佇台灣將事不法，互人告涉犯反滲透法等罪嫌，切切頭一屆開庭審理。坐警備車在愛齊春英，即屆嘛，互人提前到庭。法官提伊甲民革上海市委組通會前副主任孫乾的微信對話，兩個人捌講到京華城案的進度、李正秀接班立委等言論。不過齊春英抗辯講是佇開講，伊嘛否認有動員中配填郭文鐵，佮講真濟中配本身都是民眾黨的支持者。即屆準備庭無認有犯反滲透法，甲偽造文書，敢若承認詐貸加地下匯兌。你有都認罪了嗎？知道媽媽詐大2700多萬嗎？捌佇法院開煞，無願意離開。齊春英姓部的查某囝同款捲入詐貸官司，母女攏互人告共同詐貸將近2700萬。齊春英的查某囝佇庭上認罪，不過講無不法所得，請求會當判緩刑。盧小姐有沒有什麼想說明的？為齊春英伊的查某囝甲伊佇台灣的朋友全然攏總是的人互起訴，法院持續審理。不過，甲中國滲透有關的案件，毋是頭一屆出現，也有軍人牽涉強諜風波。前國防部軍文社中校孔繁嘉就以招待旅遊的方式，招現役軍人去中國，毋過無成功，互人依照個案法定罪判5年4個月定案。原審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被告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未遂罪行之判決，本院審理後認為原判決並無上述意旨所指違法，量刑亦屬妥適。真濟屆收錢為中國協助發展組織的孔繁嘉，一審判刑5年6個月。二審認定伊雖然佇個做兵的時陣互吸收，不過退役才開始發展組織，而且已經自閉繳回犯罪所得，改判5年4個月。最高法院已經駁回定案。記者採訪報道。